12月底到1月初是种梨的农民开始接机的时间。不过顶一阵啊，因为天气真寒，搁落雨，嘉义县直街的梨啊拢无法度交粉，造成损失。嘉义县政府甲相关单位会勘了后，表示会甲因斗争取补助。就是低温下雨，授粉不良。原本应该开花调果的高只梨啊，即马看起来拢烂烂。农改组人员会同县政府甲农民实地了解寒流造成的损失。开花的时候就不授粉，就这样子，而且又最近这一波连续7、8天的下雨，也影响蛮严重的。嘉义县直辖乡是高只梨的主要产区，种植面积有70多公顷。受顶一阵天气寒佮落雨的关系，高只梨毋是无开花，就是停止生长，有8成受到影响。那因为他们嫁接的时期其实蛮长的，然后就是可能会遇到受损比较严重的一个阶段是不太一样的。高阶梨穗啊，因为受到连日降雨跟前阵子低温的影响，那普遍都有接穗不良的状况发生。农民表示，高只梨虽拢是为日本进口，去年就因为寒流造成损失，今年阁发生同款的情况，希望政府会当协助。农业处嘛指出，这2档拢有陷害，除了协助申请补助，嘛提醒农民会当注意农业保险的政策，减少气候带来的损失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